各位小朋友、家長、導師平安，我係禱告勇士劉思妍。今日係11月30號，距離聖誕節仲有25日。我哋進入將臨期嘅第一周，我哋會燃點第一支燭光，代表盼望。人類期盼救主來臨，耶穌基督，人類嘅盼望就此進入世間。教會於12月25號舉行聖誕嘉年華，俾我哋一同為身邊嘅同學禱告，讓佢哋有機會認識主。慈愛嘅天父，感謝你俾我有同學陪伴一起學習、遊玩同埋成長。喺我嘅同學之中，仍然有好多未認識你、未有機會相信你嘅人。我知道上主深愛世上所有人，並為佢哋預備救恩，因此我為我嘅同學禱告，希望佢哋藉着聖誕嘉年華有認識你嘅機會。求主拯救我嘅同學同埋佢哋嘅家人，誠心禱告，奉耶穌名求，阿門。如果你完成咗禱告，請叫爸爸媽媽將你嘅禱告 send 俾導師。我哋會將相片貼喺教會嘅蠟燭上面，以禱告迎接主耶穌。